台东县今年受到地震影响，去热的时观光客是减少真多。虽然中央伫7月开始补助团体游客，8月嘛开始补助自由行，和饭店的平均住房率免降到6成。也毋过今年的热气球嘉年华会计共是有66万人次参加，比去年减少20-30万人影响是真大。交通部之前已经宣布讲，花莲县的观光补助会延到11月份。即马台东县嘛望讲，伊嘛当来比较办理。台东县热气球嘉年华会闭幕迄天，现场涌入3万多人，是今年秀大到台东看热气球上侪人的一天。官府统计，今年台东县热气球嘉年华会45天拢总有66万多人次到会场，以8月人上侪。旅宿业也感受到8月有政府的自由行补助，平均住房率明显比7月份的4成5提升到6成，也毋过比去年同期少2成左右。业者感受到今年秀热是台东有史以来上惨淡的一摆。8月18之后，明显的有看到人潮降下来。7月份这个月没补助，然后9月也没什么连休假日，现在假日也不连休，像中秋节它就1天。官府表示，刷落来9月到年底，官府也会推出一系列活动，包括南海生活节。活水湖的水舞甲铁花村的光节等等活动，希望会当阁提升台东的观光景气。立法委员也希望中央补助台东，会当比较花莲县延长到11月。暑假整体的这个订房率恐怕不到1半，那是史上最惨。那在这边我也要求我们交通部观光署必须比照花莲，延长我们振兴补助的时间。不只有价格的补贴而已，我们希望能够让活动走入地方。包括了温泉旅游，包括了生态农游。观光署表示，花东旅游进行方案会随时检讨。另外，台东县敢会延长补助时间，目前也爱评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